What's up, guys? This is Linus, the Taiwanese who teaches Chinese online. Fortune tell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mysterious activities in human history. People do it to predict the future, make good decisions, avoid disasters, and so much more. In Chinese, we call fortune telling 算命. 算 means to calculate, 命 means life, fate, or destiny. Let's calculate our fate today and see what we can learn. 我要算命。我要算命。我要算命。大师您好，我要算命。好的，请坐。请问你想要算学业、健康、工作、财运还是爱情呢？我想算事业，不知道今年适不适合换工作。请问你的职业是？我现在是全职妈宝。那我觉得这个职业还蛮棒，不用换了。真的吗？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妈就是不听。哦，太准了吧！太准了吧！太准了吧！你去年年底是不是刚换新的工作？对。今年是不是刚搬家？对。那你上个月是不是刚跟交往3年的男朋友分手？对，你怎么知道？太准了吧！哼，全部都写在你的 IG 上面。我什么时候会遇到真命天子？我什么时候会遇到真命天子？我什么时候会遇到真命天子？老师，我什么时候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你这样问我很为难哎。怎么说？你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吗？哦，他只是我暂时的男朋友，我知道他不是。哎，我今年会脱单吗？我今年会脱单吗？我今年会脱单吗？老师，请问我今年会脱单吗？那帮我把你心目中的条件写下来，我帮你算算看。老师，好了。你的条件不改一下，我看是有一点困难哦。为什么？是不是我标准太高了，才一直无法脱单？不是标准太高，是根本不可能。你要去哪里找上过火星的男人？取什么名字好？取什么名字好？取什么名字好？我们的孩子取什么名字好呢？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们希望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呢？是男生，我们希望他会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好。你觉得这个名字如何呢？这个名字是很聪明啦，但会有人叫自己天才吗？这里的风水如何？这里的风水如何？这里的风水如何？我打算在这里成立公司。这里风水好吗？这里的风水非常好，非常适合开公司，但我觉得就是差了一点。差了一点什么？就是差了一点，你知道的。哦，我知道了，老师，这是一点小意思。我相信贵公司一定会生意兴隆。肯定的，肯定的。感恩。Some people believe in fortune telling, while some people don't. There will always be a debate about whether it is superstitious or not.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it could provide some guidance if you're feeling lost in life. However, I do think that we are all in charge of our own lives, and that destiny is in our own hands.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请问你想要算学？对不起，等一下。不是很好。对，忘记了。你怎么知道？太知道。